嗱，我話標豬仔，嗱呢次嚟咧，佢又好緊要嘅嘢話俾你聽。試試。真正啱啱俾我邊冇，《西遊記》要開第2輯。決定咗開拍《西遊記》第2輯之後，台前幕後就全速進行籌備工作。所有演員嘅造型由專人重新設計，無論服飾、化妝，全部都一絲不苟，務求比上一輯更加逼真、更加吸引，必定令到觀眾有煥然一新嘅感覺。之前咧，我又構思咗另外一樣嘢，就話咧希望咧呢一輯裏頭咧搞到個真正嘅長安城出嚟。我搭布景塔，搭大概係1個月到啦，搭2個月。我希望我哋喺模型方面會做好啲啦。如果咁嘅話咧，就啱啱可以投入到呢個大猩猩。監製今次夢想成真啊！呢個長安城嘅大模型喺電視史上係從未見過嘅，搭出嚟嘅面積比2個籃球場仲要大。模型入面嘅街道甚至一梁一瓦都經過考究，完全參照大唐嘅建築，淨係事前嘅美術加工就足足做咗3個月咁耐。你睇下拍出嚟嘅效果幾有氣勢。如果從明朝幾本最偉大嘅小說比較咧，《西遊記》咧係最完整嘅一部，佢係一條橋咧由頭踩到尾嘅。即係如果我哋比較上睇下咧，《水滸傳》咧，佢其實係好多個人嘅傳記夾埋落去一個古仔入邊。咁《西遊記》咧係最完整嘅。點解佢最完整咧？其實佢係取材於一個印度神話嘅，就講有個印度王子，佢嘅未婚妻咧俾妖怪捉咗去，咁就有一隻神猴幫助佢，其實落去斯里蘭卡嗰度救翻佢嘅未婚妻。有《西遊記》第1集嘅成績，第2集唔使講啦，一定好睇。想食晚飯嘅時候開心啲嘅，不如一齊睇西。不過更加難拍嘅就係呢啲電視上從未見過嘅模型特技。為咗令效果更加逼真，無線電視今次不惜工本，引入咗一部1秒鐘轉速高達500幾格嘅高速攝影機，連一磚一瓦、塵土飛揚都睇得清清楚楚，大猩猩嘅破壞就更具震撼力啦。拍《西遊記》最辛苦嘅莫過於咧都係黐毛啦，因為我自己咧都幾怕黐毛呢樣嘢嘅。我記得我第一次黐毛嘅時候咧，我會牙痛。拍《西遊記》當然辛苦啦，你見大家啲妝都好奇怪啊，咁所以較為熱啦。上集有個精彩片段，精彩嘅創作。